花园，没想到门禁森严。如果到别的地方，有去别的果园就不可以直接进去，这么严格哦？要换衣服。临近果园历经88水灾，高挺的木瓜树拦腰折断，夫妻俩的心血得以幸免于难。原来是树矮，是刻意造成的矮。这是真的问题，学问的。有学问的，是吧？学问在哪里？玄机在哪里？它窄啦，这样子啊，你如果要把它分出这样子，它这样很大，不容易，台风的不容易灌的。哦，比较稳固。第二点呢，这里面不会积水，这里面不会积水。张二雄分享着源自汽车传动轴概念衍生来的口头式栽植法，一旁在都市工作的儿子更有自己的想象。很多每一棵木瓜树都是我们的员工，照顾它，它会帮我们生产我们就会有收成。那你看这样子有多少员工？还有这一棵采才300多个员工。张茂坤谈木瓜树，投射出想脱离尘嚣、回乡务农的乐活渴望。所以现在是不是你慢慢就接手爸爸很多繁重工作？是的，因为他现在年纪比较大，慢慢的要就是帮他。所以像现在如果接近中午的话，你是不是就尽量叫老人家就休息吃饭休息了？挨我一岁懂猪。爸爸说我要睡午觉了，挨我一岁懂猪。那跟俺不同嘞，那我不吵你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是。挨我一岁懂猪，我要睡午觉，跟俺不同嘞，那我不吵你了。儿子想接手果园，常年经营农事的张二雄却极力劝阻，怕儿子吃苦。这对父子的拉锯，其实都源自心疼。挨我一岁懂猪，跟俺不同嘞，挨我一岁懂猪，跟俺不同嘞。